向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新竹有一个37岁社区的查甫人，顶个月初6骑奥多摆硬弄入去中环公路的管制路段，甲2个管制人员弄着伤。甲查落来了后，伊转甲奥多摆弹咧走入去泵坑内底，嘛那亲像有跳落山谷。失踪40天了后，昨暗后一个去山顶拍赖民众发现伊秘伫一个泵坑内。 所以你下来那时候是从戴安全帽这样，这样哦，哇！你真的是让全世界找你。 这个老人就发现这个社区的查甫人，就随赶紧落山，带警消人员去山顶救人。今日半暝点外，到这个泵坑，有发现这个社区的查甫人嘛，甲伊爱落山。这个社区的查甫人意识清晰，无受伤。也毋过这40天，伊拢无食物件，敢若饮水，人真虚，要3买20公斤，即马已经互送去病院。 来看新竹科学园区，昨昏庆祝40周年，嘛颁贡献奖予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甲联电的营务董事长周兴成等一寡人。周兴成佫主动甲张忠谋握手，互外界看做是2个人讲好大和解。 上台领奖了后，联电用务董事长周兴成加向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2人握手，比外界认为是破冰世纪大和解。 董事长刚跟曹总握手，也稍微聊了一下，不知道是说了些什么，方便帮我们分享一下吗？大家互相说好，祝福他健康，也没有什么心结了。你们媒体喜欢戏剧嘛2人被传有如量情结，伫半导体界流传过去20年毋捌见面，如今因为新竹科学园区欢庆40周年港台，讲到这世纪之压。 周兴成讲无心结，也学了台积电的护国神山好成绩，也搁对台湾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见解。其实我觉得园区厂商可以合力推动几个排水淡化厂。那么第二就是电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做零排放的时候呢，又需要电力，那只靠再生能源绝对是不够的，一定要回到核能。没有土地的话。 我觉得是很多初创业的公司都办不成的。那另外还有这个单一窗口的进出口的服务。 台湾的科学园区年产达超过2.6兆规模，其中这区是台湾上大的科学园区，有关键地位。2020年多疫情，台湾半导体产达表现一万进展。这区40周年庆，除了张忠谋甲周兴成以外，宏基创办人施正荣、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也拢来领杰出成就贡献奖，贵为台湾半导体大头家合体，引起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有航空母舰失手称好的海军高效能舰舰昨透早举行落水的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嘛甲这只国南国造的军舰互名做塔江军舰。现在我命名你为塔江军舰。 总统蔡英文上定身体多工级军舰量产型第1台号名塔江舰，伊嘛特别တင်准顺势保瑞艇。那么今天的2艘舰艇都是具有高速的机动性，其中沱江舰深获国际的认同，原型舰经过性能精进之后，具有更强大的打击火力。 这摆的塔江舰是依照台东的塔瓦溪来号名，上定百万做人唔惊艰苦的精神。另外一个意思是海上的堡垒。原本的海军多工级原型舰已经服役5吨外，量产型的塔江号除了提升到700吨，满载船速有30节，嘛装配有3支对空搜索雷达。 反乱飞弹、甲76快跑系统，会使讲火力强，阁有防空能力。保雷艇有自动保雷系统等等，嘛是台海防御袂当欠缺的。从大型军舰到小型舰艇，每一艘不仅性能优异，而且很快的建造完成。内部装备和零组件国造的比例也日益提升。 我们在未来也可能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相关装备和零组件的供应的来源。
自前一站搁做唱水南来起工，到刀工级安平南高巡，搁到今仔日刀工南龙山行落水顶顶，国军连续向外界展现国防建军的成果。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宜兰报道。来关心天气，入冬上强的冷空气继续影响咱台湾。今日北台湾同款较淡冷，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伫这方面的北部、宜兰、花莲会落雨，气象局嘛有针对台北、新北、基隆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今日北台湾规工拢会较淡冷，早起平地上低温甲昨同款，虽然伫新北市的富贵角温度是13度3，若日时平地高温大约是16度到19度，新竹以南拢是早暗较凉冷的。明仔载日时冷空气会豆豆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若拜六又讲会变寒，冷空气的强度甲这波差不多，要活。来关心咱台湾的南部欠水是欠甲真严重，有点名师用空翕机对天顶翕詹文水库，看到水库内底拢发草。有网友就讲，若无讲这是水库，看相片会掠准讲这是高尔夫的拍球场。这个青色的草坡啊，规片看起是真壮观、真美丽。不过，这毋是一般的草坡啊，这是詹文水库的下底，因为欠水已经拢发草啊。今年水情无好，南部地区欠水，才有这款罕见的情形。这个凉亭啊，伫咧詹文水库水饱甜的时阵，是拢浸伫咧水底，即马欠水嘛拢浮出来。影片铺上网了后，有网友甲合作天然的山球场。昨天去那边工作的时候，有去看，然后发现怎么没有，就是没有水，然后都长得青那个草了。到一上去之后，看起来很像高尔夫球场，然后网友之间就说像一个蛮大片的绿洲型的高尔夫球场。其实这个影片讲实在的是呼吁大家能够节约用水。台湾上大的水库詹文水库，满水位是230米，即马水位降到203米，蓄水率敢若剩22.4%，水的量是1亿1413万吨。虽然讲水情无好，不过南区水资源局强调讲，供水还佫会当冻到明年6月份。目前我们曾文水库跟乌山头水库的蓄水量达1亿6320万立方公尺，蓄水率为27.8%。那我们也会开始做区域的一个调度资源，能够确保我们嘉南地区到明年6月供水无虞。这个比例景象的背后，廖名师吕宏杰表示，分享这个相片是要呼吁民众多爱省水。詹文水库提供南部农业的用水，不过经过水利署甲农田水利署的评估，目前已经停止明年早冬稻的引产。针对这点，南区水资源局嘛呼吁民众用水都要较省的，共同度过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阻挡假影讲是香港资金，毋过其实是中国资金走来咱台湾。陆委会是正式讲，明年要修改修正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31条，把香港资金看作是外国资金，这个规定提掉，对香港资金未来会严格审查。来看中国时报。根据经济部的统计，受美中贸易战的影响，高雄市去年工厂整体营收是落败，损失3000亿，营收减了1成。高雄已经是咱台湾工厂营收王啊！即马营收王营收排第1名，已经改对桃园市去。来看联合报。咱台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头的感染者到底有偌悬？台北营总即马完成万人血清的调查，找到11个人有抗体，比率是5%。推算讲，应该全台湾有11800个人已经有抗体。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2个对境外带病入境无症头的确定病例，是对菲律宾甲印尼来移工。另外，根据英国的研究，发现英格兰的南部病毒有变种，高团已经赶紧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内新冠肺炎各新增2例境外移入病例，而且拢是无症状感染者。742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移工，743例是印尼籍30多岁男性移工，2个人拢是今年11月30来台工作，拢有登记前3天内核酸检验阴性报告。2个人入境各单无症状，检疫期满前采检，2个人拢阳性确诊。其中743例捌伫12月初4接受印尼专案采检，当时结果是阴性。第2次采检才确诊。这2位个案都没有症状，且集中检疫期间，是1人1室，也未与他人接触，因此没有匡列接触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炭烧，全球确诊人数破7000万。英国科学家顶日伫英格兰南部发现比即马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更较紧的新变种的病毒株，目前已经超过1000个病例，分布伫约60个无共地区，而且病例真紧增加，已经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WHO。好佳在目前无现象显示新变种的病毒株较爱人命，也是会使即马疫苗失效。There's no evidence so far that this variant behaves differently, but of course we're being cautious to evaluate this properly, as I explained. And so what they're looking at is to see if there's any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tested for all of the variants that are identified. 根据咱国疫情指挥中心统计，目前累计确诊个案有742例，分别是650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36例都无人对，加1例不明，另外1例530例已读康复。确诊个案中有7人死亡，611人解除隔离，也有124人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300万例，死亡人数有16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计共742例。中国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7700例，日本是超过1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700万例，印度是超过99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697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77万例，法国是超过244万例，伫英国是超过189万例。虽然疫情也咧拖，不过好消息是预防针嘛出来啊，恢复正常的生活嘛出现希望。即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打算要推动所谓健康护照，透过各国的政府、航空公司，也个医疗机关，大家做伙配合建立旅客体检甲敢有做过预防针的资料库，通互相交换资料。根据艾亚塔构想，这个全球性所谓健康护照体系会分做4大部分。首先是各国建立防止疫情扩散的健康管理标准；第2是各国设立有关病毒检查甲疫苗注射机构；第3是各国的医疗单位爱用经由全球性的资料库，及时摕到其他国家的检查甲疫苗注射资讯；第4是对着符合标准的国际旅客，必须爱有全球一致的认证标准。不过，艾亚塔认为，即阵也无都知影讲疫苗数量甲效果是毋是有够，所以航空业是想要甲重点放伫出入境旅客的检查顶面。It could be requested by some airlines to be vaccinated, and because the vaccine will not be implemented before a certain number of months, we are asking them to implement a process of systematic testing for passenger at departure airport or at arrival airport. 不过，防疫专家认为，大规模普遍检查开始出现假阳性甲假阴性问题，反倒当更加造成防疫弱点。而航空业未来2年的前景，艾亚塔有估，2020年到2021年，全球航空业也是会了钱。欧洲上大的廉价航空随安航空，因为今年圣诞节假期的载客量只有去年同期的3成，不过明年顶半年就增加到6成到8成。艾亚塔甲随安航空业者对航空客运市场的短期前景看法完全无同。不过各方上较有共识的就是，伫这波疫情内底，航空客运的生理将是上好的。算讲是在真侪歹消息内底难得的好消息。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
镜头来伊朗有一个19岁的查某囡仔，透过伪装甲电脑的修图，甲家己变做强势版的安吉丽娜·裘丽，甲这相片放伫网络成人目，嘛吸引50万的买奖。因为伤过出名，即马互因伊朗的政府来关心，讲伊歹带头教歹囡仔大细，对国家不敬，该按一寡罪名，即马判伊10年的有期徒刑。伫紫红色的街头门，佮配合真惊人的音乐，不免互做纪梵希这个19岁伊朗少女，真够甲家己装作强势版的安吉丽娜·裘丽，而且拢伫咧社群媒体顶悬分享影像，所以嘛伫咧网络冲起来。IG 个把有买50万的买奖来甲伊追踪，伊号讲家己动过50届的手术，后来才承认讲是透过化妆甲修图，才会当甲心目中的偶像安吉丽娜·裘丽洗做遮尔亲像。相片内底纪实范大部分看起来神仙，而且嘴唇真高。鼻仔渐渐向顶悬，有当时啊，佫会打白布。伊透过白发变出头，随风听人目，毋过嘛引起真侪争议。去年去互指控犯窃盗、煽动暴力，透过不当手段得到收入等等的罪名，去互有关政府来抓起来。后来国营电视台播出伊悔过认罪的新闻，互伊得到真侪同情。报道甲伊描写做性格甲心理无正常的受害者，希望伫社群媒体顶悬会当得到认同。今年4月份，伊用感染新冠肺炎做理由。请求释放不成功，后来嘛捌向安吉丽娜·裘丽要求援助，指控伫伊朗折磨查某人是真史上的代志。想要到最近所传出去互判10年徒刑的动罪，理由是腐化少年人，佮对伊斯兰共和国不敬。杜基斯犯的医疗记录嘛显示，伊捌得过精神病，嘛捌看过心理医师。去年的人嘛因为安尼来诉求判刑10档相当，伊的律师嘛当得伊犯罪时阵年岁抑阁真轻来要求保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共和党的议员麦康诺，15时有恭喜拜登选调美国总统。伊甲拜登嘛两个人嘛已经通电话，表示讲虽讲真侪代志因意见无同，也毋过共款要继续替美国来拍拼。啊那现任的美国总统川普共款是毋认输，要继续拍官司。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15日回连机去乔治亚州替正式候选的民主党参议员的候选人投票。此外，进前嘛表示，已经甲联邦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麦康诺来通电话。I had a good conversation with Mitch McConnell today. I called him to thank him for the congratulations. Told him, although we disagree on a lot of things, there's things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We've always been straight with one another, and we agreed we'd get together.麦康诺是早一点进前伫参议院表示，选举人团已经表态。So today I want to congratulat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The President-elect is no stranger to the Senate. He's devoted himself to public service for many years. 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ur colleague from California, Senator Harris. Beyond our differences, all Americans can take pride that our nation has a female Vice President-elect.For the very first time. 美国选举人团投票确定拜登伫11月初3的总统大选胜选。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也有俄罗斯总统普廷，马总统发出恭喜电报。现任总统川普也未放弃选举诉讼，继续抛选举作弊推文，但是互主文有争议。Reaction to Leader McConnell today congratulating Joe Biden and calling him the president-elect. I haven't gotten the president's reaction to that yet, but the president, again, is pursuing ongoing litigation. 另外，根据拜登身躯边2个亲近人士的消息，拜登会任命总统初选时阵的对手布塔朱吉来担任运输部长。今年38岁布塔朱吉，捌担任过印第安纳州南湾市长，毋捌伫联邦政府任职的经历。若是经过参议院的表决通过，布塔朱吉会加做头一个国会动议，而且是对 LGBTQ 出身的内阁首长。公司新闻吴伟良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有一寡城市提供民众自愿注预防车，也毋过外国媒体讲，有真侪人烦恼这预防车的安全性，就算免钱嘛毋敢去做。来关心英国脱欧的过渡期，11月31日年底到期。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英国甲欧盟谈判结果可能会互脱欧派感觉满意。来看根据法新社的报道，2020有11个事件创下新纪录，包括一寡所在高温创下新高，也有一寡所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创下风霜上久的纪录。
其他消息来关心有风声讲，疫情指挥中心透过国际买预防车平台，咱台湾有去买到飞瑞药厂的预防车，而且嘛讲中英航空的飞行机即马咧增加冷冻设备，通好要来送预防车。因过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对外表示讲，这件代志即马也无法度公开，所以暂时无要回应。因过疫情指挥中心就回回讲，因无委托航空公司去做低温冷冻设备，应该是预防车药厂去找航空公司的。英国甲美国拢开始咧做辉瑞甲 BNT 合作疫苗，即嘛有消息指出，台湾也买到咯。指挥中心透过国际疫苗分配平台 COVAX 买到辉瑞疫苗，已经委托中英航空做飞机改装，增加液态氮冷藏设备，随时用运送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15早起出席家己活动时，已经证实这消息。我们是会有啦，这一2礼拜应该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讯息，再跟大家做报告。那疫苗的剂量大概有多少吗？这个好像是透过这个 COVAX 平台来做一个评分的均分的。因为很多的管道都在同时进行中。对时间甲数量，陈时中强调有较明确的消息会个报告。疫情指挥中心是澄清，无委托航空公司改装。根据了解，辉瑞就委托联邦快递 FedEx 运送，应该是疫苗厂家己委托。厂商去跟国际航空公司他们去做类似这样的改装的要求。辉瑞疫苗试验有效率95%，爱做2剂，运送保存伫零下70度，一撮按算以40万剂。专家表示，以空运液态氮运送疫苗，爱克服压力、温度控制问题，爱防止外泄、分装储存，对航空业是未小挑战。绝对不能让它泄露出来。泄露出来，它是一个自行性的一个气体，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控制器就很重要。如何把它这个冷冻的液态氮，它大概可以到-80、-90度 C， 但现在我们要的是-70度 C， 所以它如何精准的控制，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冷冻的技术。华航表示，已经陆续接到真侪经业者参详疫苗载运计划，目前正在安排当中。而且华航是台湾唯一得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药品冷链运输国际认证的航空公司。中英航空也强调，已经提报民航局甲交通部有辉瑞疫苗运送的能量，未来在政府委托之下，应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嘉利科技进前是用中国的喙罨，假啊是咱台湾的医疗喙罨，搁南伫欠名一个喙罨内底，假啊是喙罨国家队摕去卖。检方经过3个月侦办，即摆认定这间公司有赚乌心钱，而且赚3400万，所以依照有司法、刑法的诈欺罪，加负责任起诉。嘉利科技负责人林明正伫对话中讲，应将喙罨交予政府物件，佮讲表示非意向就袂被抽检，甚至担保进口人是伊真紧用通关。这是士林地检署进行侦办喙罨国家队备案，查到林明正甲中国厂商对话证据，经过3个月调查，伫15定结，以涉犯诱诉法定罪，将林明正等被告提起公诉。他的手机通讯软体的对话内容中啊。主要发现了一些对话内容哈，那我们认为他的主观翻译是非常明确的，与他先前向媒体陈述那样的一个内容哈，明显是不符合的。他的翻译是很明确，而因此来提起公诉。检方对查发现，嘉利科技涉嫌为中国安徽进口成本较低、非医用喙罨，假造台湾实名制喙罨，赚价差。搁伫个被征用国家队期间，向经济部摕到比市面上较俗的材料做喙罨，搁去一般通路卖2边赚钱，总共赚3407万。啊，毋过事发当时，林明正煞出面反驳，搁表示以国家队为体。我自己买原料，我请朋友帮我 OEM 代工，那个不是普通的医用口罩，每一批回来我都有检测，我们都还要分装。我不是黑心工厂，我真的不是黑心。嘉利科技伫8日厂区，林明正改变一直发冤枉的态度，低调无愿加讲。员工看到记者，直接将铁门摇落来。他不方便接受访问吗？他不方便，他有在吗？林明正被指控用中国籍喙罨假造实名制来卖，检方除了伫嘉利公司靠伊的犯罪所得830万以外，已经向法院申请核准，扣押伊的存款超过900万。
也佫有伫台北土地甲房产。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明年咱政府要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进口。即马台中市政府是走大声，提出检举300种猪肉的奖励办法。若是有人违规，检举人会当摕到罚金7成当做奖金。另外，伫企业内底，若有做300种，内底人亚康，嘛会当摕到亚康奖金，上悬400万。头家讲，即个猪皮即马卖输都是个空棒共款，因为伊就是要甲人客证明，伊卖猪肉全部拢是为台湾来的。从猪只来源，我们这个都查得到，然后也有都有证明在上面，这个都可以去调查，可以去查的。所以我们东西都是保证是台湾猪。若进货来源甲本土猪肉的调奖，一项都无减，就是为着要互消费者安心。阁无1个月，就要开放进口美国猪肉。台中市伫15大城通过检举奖励办法，若是确认违反食安法，就会当摕到检举的奖金。可能他的进货资料啦，好，或是说有他的可能也了解到他的相关过去的一个检验证明啊，如果属实，那是可以拿到实际缴交罚锾的70%。那么如果是吹哨者的话，另外还有适用食安法的吹哨者的部分。根据目前的食安法，民众检举食安事件，一般的案件会当罚锾收到的金额20%以上的检举奖金。台中市修正检举奖金的办法，甲猪肉或者是猪肉产品内底有莱克多巴胺甲一型受体素的情形，列作重大食安案件。嘛，甲员工检举的制度包括在内，只要有违反食安法，除了会当摕到实际收到罚款的7成，若是员工检举的，也佫会当摕到食安法条款的奖金。照理说应该是不会有担心啦，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在那个传统市场买啊。标示清楚就好了啦，就是变成说愿意吃哪一种猪就去吃这样子。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法制局发布了后，就会当实施。也若伫嘉义市，嘛共款修正食安检举处理办法。若是检举人是违法公司内部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员工，确认有违反食安的事项，就会当摕到裁罚的金额50%至75%的奖金。也若修订的自治条例，嘛伫当维护保核币。记者综合报道。消基会前一阵有抽查市面上米做的产品，有抽查20件，亲像囡仔在食的米饼，也是这米糊、米蒸这类物件。20件内底有发现讲4件有重金属超过标准，若其中有3件拢是在宜兰生产的。宜兰县政府的卫生局嘛赶紧去工厂抽查，不过业者是表示讲，因的米拢是对农粮输出来的，唔知影问题出伫倒位。宜兰县卫生局派人去工厂稽查甲抽验，要调查去互消基会验出米制造的产品，若像是重金属粒的量超过规定的限制，也佫有生产管理等等的情形。卫生局表示，产品会佫一概上验，检验的结果差不多7天至10天会出来。包括它的包装，我们有送到中央来律定它是否是属于婴幼儿产品。同时，我们也还会做另一次的检验，确认有没有超标。如果是超标的话，就一定会按照食品药物管理法来做裁处。卫生局表示，这个案件当伫调查当中，若真正有违规，阁无伫期限内改善，就会罚3万至300万的罚款。不过，其中2项产品是由旺旺集团宜兰食品公司代工的，业者讲因使用的是国产米，是甲农粮署买的。下部农委会讲，今年伫宜兰县抽验6件公牛，重金属拢符合规定。若要进一步稽考，就目前的制度来看，由农民搞的公牛。真恶追查到是倒一片产地种的。我们明年度大概会推更严谨的这个实名制的部分。现在不敢保证说以田为单位因为以田为单位的公粮的这些储存的记录是现在目前是做不到的。农委会强调讲，以公牛来做一般的产品，应该是无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今年检验合格的比率是98.5%。也若要做标准，搁较严格红影咧食的食品。业者会当甲农粮署联络，会当到直接搁较适合的生产者。不过业者发声明讲，产品是一般的米饼，拢有符合国家0.4 ppm 的标准。不过卫福部食药署表示，若是产品的包装标示或者是宣传的文案顶悬有标示是予红婴仔或者是幼囡仔食的，就会认定是红婴仔或者是幼囡仔的食品，嘛就要符合0.04 ppm 搁较严格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送头，咱来看，伫大都市生活是真利便，买物件行2步啊去巷仔口就买有，啊毋过伫庄骹可能就爱搬山过岭。屏东县政府即马就结合几内个偏乡的卫生所设行动商店，咧做长照服务的时，用行动医疗嘛顺续会当互庄骹的老大人有会当买物件。货车顶悬载满满的食物、饮料甲日常用品，边仔冷装车内底嘛有牛奶甲豆奶通买，还佫有营养师伫咧现场替民众把关饮食，要互乡亲的食食更加方便佮健康。蛮方便的啊，像以我们这边那里来讲，几乎都没有商店，像要临时需求的。方便蛮多的，他们没有时间出去做这些采买，那所以说呢，可是我们在照顾的很多个案里面，很多都是需要营养去做一些搭配的，就是卫生局这边呢，就是帮着我们就一起去媒合。这是屏东县府推动的行动医护长照服务，甲在地行动商店合作，由卫生所带医师、营养师到厝来判断老大人需要补充什么营养，互因唔免出门搬山过岭去市区，就会当接受医疗照护，嘛会当就近利用行动商店买到适合的营养食品。就是一定要走入社区，然后进入他的家庭，然后呢，真正很了解这个个人，我们才有办法给予的一些的照顾。虽然即马敢若5个偏乡的卫生所有咧合作推动行动商店的服务，毋过实施的成果在地居民拢真满意。按算未来佫会推广到其他偏乡，通协助偏乡的长照服务更加周至利便。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咱做来分林的土库，这个所在有请专业的讲师，带民众去行街头巷尾，认捌在地的宗教、文化、风俗甲民情，也有地方的好食物，互佚佗加一寡深度，毋是干那行看看尔尔。听讲师讲正趣味的文史故事。这站大家到已经有100多栋历史的土库福德宫，民众伫咧庙内找岁月流来分量。一寡知识吼，这其实伫学校吼学袂到啦。啊，就讲趁这时间来，大家出来吼，了解到咱较早先人因的人安尼寄付吼，啊，才有法度得到一下保庇咱大家村民安平安健康啦。我对田野调查。有小可兴趣，因为我本身嘛是伫庄脚大汉的囡仔，我的故乡较无迄种意识，讲咱对于咱故乡的文物爱去了解。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地方的历史定定会得到一寡许多人转去了的消息，所以在地青龙特别办一系列的土库微旅行，也邀请地方的文史讲师，带民众到地方行踏，借助培养导览也个文史记录的人才。文史保留了，咱较会知影讲咱过去有咱过去迄种所发生的代志啊。这我感觉讲安尼，只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啊，安尼较有觉得自信，伊的信仰宣这样的看，吼，迄个是一种自信甲光荣感，吼，咱了解了，咱就较有自信。伫土库镇内面的巷仔人内面人，高结合宗教面向甲美食，会当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土库的历史文化甲人文风情。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云林关中乡的潭西社区一大关怀据点，前一阵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时代拢踮伫室内，来参加活动的时代嘛愈来愈少。因为咱国内疫情控制甲袂歹，所以即马活动有改去树骹，嘛吸引真侪时代搁转来做运动。来，正骹，倒骹，正骹，倒骹。对轻快的节奏，听老师的指令，中尾拢真认真咧做运动。看到因面顶表情满足，就知影因的心内真欢喜。手呢，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从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开始，吃饭，还有平常的家事，都一定会用到手的力气。那如果手没有力气的话，其实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所以我要让就是年长者都知道手部力气是很重要的，我们平常要靠训练，才不会越来越没有力气。因为咱老了体啊，一寡筋络较无顺安尼，安尼这拢袂掉啊，真好。
真侪研究显示，因为血声一年增加，咱人的筋肉会渐渐流失、退化，肌肉的质量若过头少，无法度支持身体活动，爬楼梯、赶菜篮，对椅仔爬起来，甚至连起床中行拢有困难。这款情形就号做肌少症。老大人若要避免得到这款症头，补充营养和接运动，就是大要紧。云关县中乡潭西社区的关怀据点，就专工安排课程，请老师带社区的时段运动，加强长辈手部的气力，互因伫生活当中脚手保持美丽，身体维持健康。讲伫内底上惊讲有疫情的关系，大家搁戴口罩吼，较无方便。所以呢，阮前朝就9月底吼，就锁来外口上，到目前呢。人潮搁转来啊！伫大树骹上课，出勤个熟悉，老师利用活泼的口号甲趣味的念谣，引带社区的老大人做运动。课程多元搁深色，后来上课振动身躯的时段，感觉毋但对身体有帮助，会当含厝边头尾活动，心头也加真开阔，生活愈快活。记者综合报道。12年国民基本教育的课纲已经正式实施，台湾教育有机会做转变。为着要让上课变好耍，即卖有一群老师做过准备课程，推广教育平平的概念，帮囡仔介意上课。下暗10点，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咱嘛做伙来上课。第5个所叫做友善购买，有吗？有完成吗？你们觉得刚刚有哪部分有友善购买？全都是良心，全都良心。这个买物件的生意是为算转学校的创意来的，让囡仔家己去算，才了解游戏的目的甲现实状况的连结，嘛让囡仔去学安怎关心社会议题。我想要让台湾的囡仔加一个选择，让我的囡仔加一个选择，就是你会使认真读册，你嘛会使去学足侪迄个才艺，但是有时阵你会使拨一寡时间来关心这个世界。阮班的练就的是，来的人就感觉你。除了算转学校团体，徛伫教育第一线的老师，更是用下冷血强备课程，参与各种研习工作坊，积极找创新的教学方式，带动囡仔的学习动力，互因快乐的学习。那你若看到你的囡仔拢有咧学习，你敢爱做？爱啊！你就知这方法有用啊，你会当无做嘛？袂使啊，爱做。囡仔未来袂当等，教育改革嘛袂当干是口号。为着让创新教育变成一般平常时的教育，为教育部到学校、老师到民间团体，拢积极参与，替所有囡仔带来更较好的自我发展的学习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新埔有一座县定古迹。张氏家庙经过3冬外整修，按算要用装饰家庙做主题，变做一个儿童故事馆，帮助囡仔会当了解在地文化甲祖先的过去。新埔顶馆张氏家庙起点当地7年，原底是一栋2层楼的建筑，日本时代复火烧去，后在子孙登去了，敢若剩1层楼，有一段时间渐渐放荒，最近经过3冬外整修。才互老建筑的风貌重现。10几年前，因为年久失修，有把虫蚁的危害严重，所以确实有点会倾倒的那个危险，所以有要重修那个工程。照原来的方法去考证，那个是最困难的啊！也当初花了比较多力气去找一些学术研究，也知道了它原本是怎么去处理这个湿壁画，然后也去透过一些剥漆的方法去考证它原来的题材。张氏家庙对顶啊到厝内底地板，全部拢是用青豆石来铺，虽然目前无人住伫内底，不过保存甲真完整。过去家庙头前，佮开放附近居民拍照啊。那我们希望结合着历史文化的保存，然后再结合现在让我们传承我们的后代的像我们的子孙啊，像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我们新埔非常漂亮的一个宗祠家庙里面来使用这样的场域。张氏家庙修好了后，未来升做新竹县第一座以庄氏家庙为主题儿童故事馆。囡仔通好伫遐哪佚佗，哪实在客家文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
屏东潮州的发安宫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去年才拄征收好势。不过，雪红检举讲，因去占用到都市计划车路，所以庙方昨昏是招12人做伙来扭大扫，加几间庙上清档，扭去边仔的空地啊。红条武顺，现场千外位的民众分做8组，大家做伙捡大扫，现场真热闹。真足看庙师下底铁管豆豆啊刷尾10公分，刷庙的大工程总算是顺利开始。在讲啊，地方盛事。盛事，我们都没有经过这种拉庙的活动，所以大家集了被公的福气，我们大家就来这边参与盛事。这间庙拢总1200栋，你要刷千万人刷是刷袂行，但是阮有位机来辅助，来辅助伊安尼刷的时阵，有一个大家意思来。遮尔侪人拢来甲伯公斗搬厝，因为这间福安宫对日本时代就是潮州在地的信仰中心。开发了后，变做伫个路中央，去年才开始要征收。煞因为是伫个都市计划道路，可能爱拆除，庙方才决定租下边仔的空地，要甲规间庙刷去新的所在。上困难所在是因为你要刷到伊所在遐目的地的时阵目的地的时阵，就是爱凹起来，凹伊个基础，啊，迄基础咧扛落时阵，这是技术上功夫爱盖好较有法度。庙方按算短40米，规间庙搁爱西向90度，上无7、8天的时间，最后搁爱开1个月时间学基础固定，才算是完工。迄时阵土地公就有新厝通住。记者陈家军、赖维做屏东报道。甲家己用袂到的物件摕出来义卖做爱心，毋拿小宝，嘛会当帮助别人。正是有人捐中国的乐器，做乐器银行，看倒一间学校有欠，就送去倒位。学生伫台顶演奏美妙的乐声，即阵囡仔使用的乐器，拢是来自乐器银行。各学校用袂到的乐器，阁有民间团体甲产业界寄付，要来支持偏乡学校的音乐教育。这位来自卑南高中的学生，喙唇到下颌长长一期，是因为普悠玛冰车事件留落来。学校因为这场意外，失去2位老师和3位学生。学校用音乐带领师生行出悲伤。几年前因为火车的意外事件，我刚好有机会到卑南国中，看到这个学校特别透过乐器艺术来。对师生做一场最好的疗愈跟抒发，而且呢，更把这个难得获得到的这种资源把它又另外一个展现。这个特别的感谢校长还有我们同学。教育部为2016年开始委托实践大学办理乐器银行，希望丰富偏乡的音乐资源。这几天落来，计共募到2119件乐器，每学生共200多间的学校。我们继续来善尽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希望将来每一个学校都有乐器，每一个学校都可以有乐团。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想要接触乐器的同学都有一个业绩。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乐器银行其实是教育部咧推动美感教育内底一项真重要的计划。乐器银行会当顺利执行，是省官学共同打拼成果。嘛鼓励学校民众甲用袂到的乐器捐出来，互偏乡学校有搁较侪接触音乐的机会。记者杨淑静、曾培文台北报道。世界真心实，来看人的生活是安怎变巧。欧洲有真侪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即马袂使伫室内食饭，也毋过毋是逐款食的拢适合早走，所以即马伫比利时有一间卖海产的餐厅，开放人客会使录影车来食饭，伫车顶就使食到烧乎乎现煮的料理。这伫录影车内边，另系大餐送来互你，这毋是广告。是比利时一间海产餐厅因应疫情所推出的特别服务。Quand on était livré des clients, je voyais pas mal de beaux camping-cars et je me disais, c'est bête, ils ont une salle à manger chez eux, pourquoi ils viennent pas avec dans notre parking? Et en plus ça évite plein d'emballages, etc.
业者讲，在防疫期间禁止伫咧餐厅内面食饭，不过人家就已经来啊，为什么不互因好好食一顿才转去？就想做露营车用餐的想法。伊甲朋友借一台车转来实验，设计出一套专属的送餐的流程。On a exploité un système de messagerie. En fait, les gens rentrent dans le camping-car, tout expliqué, tout est déjà dressé complètement dedans. Et ils envoient un message avec leur numéro de camping-car, avec l'apéritif, et après ils envoient la commande avec l'entrée du plat. 人家一道菜食煞了，透过系统，请人搁再送后一道菜，安尼就当解决拄啊无大的问题。也因为所在较远，服务人员是将餐送到门口，人家就要家己将菜接过来，才带顶来食。Manger dans un camping-car, c'est vraiment original. Oui, vraiment original, surtout à l'heure actuelle où les restaurants sont fermés. Ça nous permet de souffler un peu, de se retrouver tous les deux, sans les enfants, donc ça c'est vraiment bien. 外送到露营车的方式是毋是违法无啥确定，不过真侪人有兴趣。这种服务推出了，毋但是有约拢客伴，也有人家己开钱租车，特别要来体验伫咧露营车顶头食大餐的感觉。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今年全世界111日全食天狗节日，14中昼伫南美洲。弟弟甲阿根廷有侪民众是冒风雨，毋惊风雨去互我欣赏这个天文奇观。虽讲天气无好，伫咧6月18号，伫咧中部阿劳坎尼亚地区的民众也是兴趣处。过昼食饭了后，就挂嘴暗甲穿雨伞来外口，集体伫遐咧等，到底是何方神圣会当互因安尼？原来就是伊。就伫咧当地时间8日下晡1点32分，月亮全部甲日头炸掉咧，世界规个变暗，现场的民众嘛欢喜甲大声喝休。伫咧阿根廷的部分地区，嘛做伙研究拄日时变暗时的即个时阵。今年地球顶悬唯一一届的日全食，就发生伫咧智利甲阿根廷一条90公里宽的地带。现场的民众讲，迄当阵毋但乌天暗地，温度嘛明显降低，感觉真凉冷，时间差不多延续2分钟。若是智利的民众去年才看过400多年以来第一届的日全食，即个估计上无有10万人来看。Tuve la oportunidad de participar el año pasado en Incahuasi, estuve particularmente y este es totalmente diferente con lluvia. Pero claro, la sensación es increíble, impresionante. O sea, no puedo describir el momento del aviento de la gente, bueno, es impresionante. Así que nada, la raja, me valió la pena venir sin duda, independiente a la lluvia. 若是即届天狗节日，伫咧短短2点钟以来，经过日时变暗时，又过来看到天光的过程，嘛，互真侪人真感慨。Es como que me dio la sensación como volver a renacer. Dios quiera que bueno que todo esto que venimos pasando termine y que sea, tengo la sensación que esto va a ser un antes y un después. 日全食的天文奇景，互人看到目睭拢唔甘腻。真好运会当见证这个历史时期的人，嘛希望世间的苦难会当赶紧记着天光的时阵。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辑。镜头来巴西，巴西有92000只南美河龟伫同一段时间捕出来，因规定做伙伫沙坡顶头爬，目睭就真壮观。海沙坡顶悬规片拢是打出世的细只海龟，巴西亚马逊河激流沿岸的一个保护区，最近是传出好消息，成千万只的南美古河龟做伙捕出来，成做一波龟的海中。O nascimento em massa ocorre quando os filhotes eles nascem em sincronia e conseguem chegar juntos ao rio, onde nessa caminhada a maior quantidade de filhotes juntos aumenta a sua chance de sobrevivência, uma vez que a sua chance de predação no meio de muitos filhotes ela está diluída. 动保人士指出，这批南美古河龟的幼囝数量真济，头一天就捕出71000只，隔几天佫增加21000只，总共的数量有92000只。来看细只海龟伫沙内底爬出来时阵，模样是真古锥，毋过毋通看伊即马安尼若像细粒子，大汉了后骨壳会当大甲超过100公分，体重上重嘛要到90公斤。南美古河龟是拉丁美洲上大的正水龟，分布伫亚马逊河流域的附近。因是食草的动物，找物件食的时阵会协助散布食物的种。
来促进烟花的事物再生。啊，毋过在人类偷猎捕偷摕两个状况之下，数量是减真济。动物团体会继续监控南美古河龟，来了解什么款的环境甲因素会当互因安尼大规模生产，创造对因更较有利的生态环境。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伫北台湾共款较淡冷，那明仔载日是冷空气会豆豆减弱，温度地小可回升。过拜六佫会变寒，拜六佫有一波冷空气会到贵，强度甲这一波差不多。稍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南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27度；东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8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